桃園啦，200蛙，5月36線 Michael， 2線陳斌，6線係鏡頭上面啦，白帽。場中進行的是第25項。藍帽嗰個好勁嘅都係高手嚟嘅，不過唔同組贏我200字嘅。藍帽嗰個高手嚟，200字由2分31。咦？呢節敏成喎，陳斌喺下邊啦 ，Michael 喺上邊，白帽。下邊冇戴帽嗰個係陳斌，好似冇戴鏡添喎佢。哇！43秒52，陳斌47秒62。接下來進行的是第25項第5組水道介紹。第一水道亞洲競泳黃博鬥，第二水道飛魚圈李超，第三水道亞洲競泳張君華，第四水道桃園鯊魚劉凱毅，小組第2。第5水道亞洲競泳黃冠嘉，第6水道桃園鯊魚傅玉泉，第7水道樣石泳隊林宇成。第25項是第4組，1分34秒3。產生的是第5水道亞洲競泳林志峰，1343。最後的是第6水道香港劍魚歐敏成。歐敏成，第1名。第1名好快啊，唔夠玩。暫時守住第2名，應該都好穩陣嘅。啲陳斌又快翻上嚟喎，2分27秒36，陳斌就追貼咗。入鏡啫少少，陳斌有啲後勁喎，一係拉啲上翻嚟喎。我最近咗真係。首先抵達終點的是第5水道亞洲競泳林志峰。加速啊！3分18秒13啊！3分20秒27，陳斌。